好，这一句，南市阿美就以欧拉善阿尼尼、秀姑兰阿美以及海岸阿美以毛拉阿尼尼，马兰和恒春阿美则以毛拉塞阿尼尼来表达。好，我们来翻译看看哈，这一句，哈，以，哈，这是个关键词哈，这个以哈。这个以你看看要怎么，这个边应该没有什么单词了，哈，没有什么单词，这一句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哈，以就是这个以，看要怎么加，怎么加在这个句子上哈，我们就按照那个欧拉赞阿尼尼啊，毛拉赞阿尼尼，毛拉赞阿尼尼，好，它三个用法哈，三个用法。上个礼拜我有讲过了哈，这个乌拉善跟马乌拉跟马乌拉塞，它这个三个的差别哈。南市阿美的话，你可以用努了哈，阿米善或者是阿米塞都可以哈。那阿米善跟阿米塞的差别就是岸是指地方了，爱是人了，哈。如果说是因为南市可以说是地方，也可以说是人哈，差别在这里哈。那修姑兰应该没有问题吧？修姑兰哈，修姑兰，修姑兰哈，那个海岸的话，巴沙瓦利就可以了哈。好了哦，巴黎上，好，这几个了哈。好，煎蛋放好了哈，好，太好了。其实我休息一周，感觉那个脑袋变钝了，是吗？就就没有在交谈啊、对话呀、就变成那个语言、生活语言呐、就混沌了。不会啦，这个就是，哎，你是说今天你问的那个问题吗？对啊，哦，现在都流行讲敌人，啊，怎么还好？说人故敌人一孙努米苏，我常常听到人家这样讲，没有问题啊，敌人啊，可以啊，也可以讲敌人嗯，啊。好，呃。Tuni a oratan anini aswara no i amisan a bangsa. Maulat anini hanno syukuran atau pasawari. Maulatai anini hanno farangau atau parita kuswar ha. Tuni ha. 加个啊哈啊，Tuni a oratan aswar 有没有？哦，好，嗯，会比较好哈。Oratan anini aswar no i amisan a bangsa 好，然后呢，
这边也是要加乌哈，乌马乌拉达尼尼汉努西古兰阿杜巴萨瓦里有没有？好，乌马乌拉要加好乌哈，是哈，好乌前面都加乌会比较好哈。好，谢谢。哎，这样的话就很顺了哈，这样就很顺了，很漂亮了哈。好，这个都有大写，很好哈。乌拉善，马乌拉斯哈，它的差别就在这里了哈。乌拉善，马乌拉斯，马乌拉善。好，很好。好。如果男士这个暗哈，乌拉善呢，他用暗哈，就是说暗其实它就是已经形成的事物是没有问题的哈，就是雨下雨的这一件事情哈，是这个概念哈。那妈的话是最好了，马乌拉斯哈，可是马乌拉斯呢，你后面如果没有加时态，一定要加时间啊，马乌拉斯不行，要马乌拉斯后面要加时间词哈。马乌拉斯伊纳吉拉，马乌拉斯怎么样哈？要加时间，光是马乌拉斯不行哈。那马乌拉奈啊，阿尼尼后面可加可不加也没有问题啊，差别就在这里哈。这么慢。西西那个严哥讲那个现在跟今天要不要区分阿尼尼跟哈迪尼？哎，阿尼尼应该是，其实你看阿尼尼、哈迪尼，阿尼尼的话比较是属于现在，可是如果说现在的话，应该是指这个指定的时间呐、指定的时间。对，就像马迪尼、哈迪尼有没有？嘿，重点是迪尼啊，迪尼。嗯，迪尼就是指定的，所以这边就可以区分什么？你看就有哈迪拉有没有？有没有？哈迪嘿，拉、马迪拉有没有？嘿，这是从这个哦词来的哦。哦，啊，原来所以这个都是指示代名词啊。所以迪尼第一是指定的，拉就是那，尼就是这啊，嗯它有一点点差别。但是阿尼尼它有更加强调现在啊，所以它就演变成今天。可是阿迪尼你不能翻成今天呐、有没有？哦，是嗯是是，嗯好，谢谢。嗯。所以你看我们的指示代名词前面加妈，你看多麻烦呢、你所以你能够用英文的概念去解释吗？很难呢、好，书写好了。swali urathan ani hanu amisai maurathan ini anini hanu syukuran atau pasawali mauratai ani hanu falanga atau palisa 哈，这个就是一个很规范的哈，非常好哈。好。
所以你看它以呢就用乌就可以了哈，就是是哈。好，有寻的。好，乌尼尼阿苏尔这样的话哈，乌尼尼阿苏尔一乌拉旦安尼尼哈的奈哈，乌尼尼阿苏尔啊，好，这边就要加啊会比较好哈啊。那你要讲什么？乌拉旦安尼尼哈的奈努阿米塞哈，这个啊呢，这个这边的话，因为是指人呐哈，人，所以最好这个是大写比较好哈。阿米赛哈，好，阿密斯好，很好，是我搞错了哈。好，阿米赛亚阿密斯可以哈。啊、我这边还是要加乌哈。我马乌拉带啊，你还能耐弄西古兰的阿杜巴萨瓦里阿密斯哈，这边加个乌哈。我马乌拉带啊，你还能耐弄法兰奥阿杜巴里绍阿苏莫尔，好，这样就可以了哈。我你阿算了，这个啊呢也可以改成乌，这个啊哈，好，也可以改成好，乌啊，好，嗯，都收到。可以哈，好，好，好，秀兰哈，应该是蒂娜阿苏尔对不对？蒂娜阿苏尔哈，这边还是要乌比较好哈，乌啊，乌兰旦安尼尼沙，好，古努阿米塞，好，就像你这边有加个乌哈，马乌兰旦安尼尼沙，这个沙要分开哈，沙就是说啊，沙古努西古兰阿杜沙瓦里爱啊，沙瓦里爱，好，马乌兰旦安尼尼沙，啊，古努巴拉奥阿杜巴里上，好，这样的话就 OK 了哈，没有问题。好，应该还有谁哈？没有了吗？哈，应该是这样的了哈。好，那我们就继续了哈。那个红爱请假嘛，哈，看还有谁哈。好，我们看下一句哈。好，例如好，柚子，南是阿美用妈咪，好，修古兰及海岸用嘎鲁，马兰恒春用嘎木绕，玉里地区用维禄，七角川用直路，哇，这个直路就差很远了哈。好，那我们再翻看看哈，那就是看你是用什么画了哈。那个柚子，例如哈，所以用哈，当然，所以说你不要被这个用字哈绑死，就像刚刚那个以是一样的意思哈。好，用好，刚刚是以，现在是用哈。所以一般例如大概我们都是用这个迪纳固，好看你怎么加这个词缀了哈。迪纳固哈。
七角川哈，义理叫做 Bosco 哈，七角川就叫几个算哈，七数几个算哈，其他地名都会了哈，义旅Bosco 七角川叫几个算，哇，这路好，秀兰翻好了哈。马蒂亚有妈咪和有阿米赛，哈，这边有加入和有修古兰萨瓦利安，哈，哈，所以还是讲比较好哈，因为用嘛哈，是用汉哈，有加木拉和有法兰奥巴里岛，有维洛和有波斯库，啊，有这罗和有几个算，好好。所以你看这个乌非常好用哈，乌哈，好，先带好了哈。所以这个不一定要按照字面翻哈，就是刚刚那个秀兰他用马蒂亚就是它就是一个呃很简单的嘛哈，如同那个哈，巴蒂纳固没有问题哈。我妈咪sa ku suarno i amisai o karo hanno syukuran atau pasawali o kamurao hanno farangao atau palita o wirok sa ku suarno posko 一级干算我知道汉过算了哈，很好哈。它这个它有兑换哈，有兑换哈。一下用这个汉，一下用说了，一下用沙哈，好，很好哈。这个就是变化哈。好，所以那个翻译哈，就是有点变化哈，会比较好哈。那都是这样哈，就太死板哈。所以这个语言翻译要好，就是它的这个转折语多，然后变化多哈。这种分数是最高的哈，这种分数是最高的。好，我们看书写啊。巴蒂纳古乌玛米汉诺阿米塞乌加入汉诺修古兰阿杜巴萨瓦利。好，这边乌加穆拉汉诺巴里绍杜少了一个法兰奥嘛哈，法兰奥杜巴里绍哈，乌维鲁汉诺波斯库波斯库爱啊。我知道喊努几个算不算了，好，没有问题哈，很好，好，所以基本上不管是以还是用呢，都是乌哈，都是乌。好，
还有那个右形哈，右形的。所以我们的很多词哈，它并不是所谓的单义词哈，单义词只有一个意思的，一个意思的，大概是地名吧，地名。那一般的单词呢，词汇比较少是一个意思的哈。那介词的话，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哈，就是介词。那这边呢，妈咪呢，它是日语哈，妈咪是日语啊。那嘎路呢，这个没有问题，应该是阿米少路哈，路嘎木绕哈，这个大概都是指圆的意思哈，这个路哈跟圆有关系哈，所以这个是好，所以这个我们看这个字肉差很远哦，其实你看我点的这个字 ru 有没有其实是一样的只是我们觉得很怪哈，ru 你看木绕，你看木这个有点是颠倒哈，这个叫换位哈，ru 哈，好好，像这个 h， 你看 h 它是一个舌根音的哈。这边呢，rog 呢也是舌根音哈，都跑到喉咙，所以理论上这个嘎路呢，它应该有一个很轻的了哈，很轻的这个应该还是有应该还是有它会跑到后面的位置就表示它们的重音已经不在后面，而是在前面大概是这个概念。好，嘎木绕木绕。就是绕呢，在我们在很多单词绕其实也是圆的意思圆绕这个绕比如说我们讲啊绕绕一绕绕都是圆的意思老师电话呢？嗯0919，了0919。我记啥不个翻阿多米地里在零0919零哦，哎阿绕绕哈，嘛他妈一个啦。可以啊，就重点就是我们你如果你这样弄反而会让年轻人听不懂呢。哦，所以这个语言现在就是这样子了最简单是什么？你用阿拉绕好像很大，飞刀了，那个不个翻阿个干嘛哎？我说就飞刀的形状是什么？因为他们也记起来了，飞刀是干。学到了，因为阿拉绕很大，它的概哎，念是很大的哦，很圆大。圈呐哎因为飞到了小嘛哎所以飞到了没有问题了。哦，有趣。嗯，那阿拉绕这个是很大的很大的意思，很大的圆呢。好，如果那个等一下那个右形放好的话，我们再加进来没有关系哈。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看下一句好，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哈。也有颠倒的语词例如嘎吉南市海岸、马兰恒村都是指咸咸，而秀姑兰则是指甜这个很麻烦好，海岸、马兰恒村指甜是果善所以南市叫西之曼西之淡西之淡好，那
这个颠倒看是，所以有哈有，就这个齿，然后颠倒啊，然后指这个齿哈，这边指哈，看是怎么用哈。啊，说后面有个说哈，就这几个几个这个关键词哈，关键词也有颠倒的哈指什么指什么说哈，好，这边还有个是哈是哈，这几个关键词哈，咸给它变黄哈，甜变黄。好看颠倒，你是用哪一个词哈？这个应该这个单词应该是不难的哈，颠倒颠倒。嘎叽嘎叽，他们的音应该是嘎叽的，这个音应该不是嘎呵哈，他们的没有那么送气，没有那么明显哈啊，那这边是很比较紧的音哈啊，所以这个要研究哈，为什么这个两个词差那么多哈？修固然不善，所以我认为我们的语言哈，其实就是南北了，南北腔了啊。那中间地带就是有一个呃综合区哈。好，那个右旋的翻好了哈，我先讲一下哈。啊，你们好了，你就继续那个哈。这个是上一个哈。好，乌鸦嘎木绕，哈，嘎木绕。一五妈咪，哈那奈诺阿米塞。Ukaro hananay no siguran ato pasawali. Ukamuraw hananay no falangaw ato palisaw. Uwiro hananay no puskuay o zroh hananay no chikasan 啊，算了哈，好，没有问题啊。重点就是这个一定前面要有乌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们阿美语哈的开头词哈，开头词，嗯，好，都是乌哈，很好哈。好，再来是这个看你翻好了吗？哦，还没有哦，所以是这 thumb 哈，
它这个西呢，就是有的意思了啊，所以它的词根应该是 the sun 啊，sun。那这边的是嘎嘎呢，哦是词缀哈，这个姑也是词缀哈，所以这里你看，我们从这几个词来看哈，它都有啊，有啊，好然后有所以我认为这个 m 哈，可能跟这个 an 是有关系的哈，它可能是一个音变哈，牵扯到发音的关系哈。好，哇，还没有出来啊。呃，颠倒呢，你可以用这个词根叫 jois 哈，或者是 free 啊，这个两个词都可以用哈，free 哈，词根哈 jois 啊 free，所以这不能直接用哦，要加词缀哈，要加词缀哈。所以我们很多的词真的它是名词啊，嗯，就算它是有动词词性，但是它也是属于名词，嗯，好，修兰翻好了哈，修兰它就用 jois 哈。好，乌鲁嘛马扎注意赛，古算了，马蒂亚马蒂亚，所以这边呢还是要加乌哈，马蒂亚乌啊，我加吉汉诺阿米赛阿杜萨瓦利安法兰奥阿杜巴里绍啊，乌好要加乌哈，乌西子兰萨哎这个多了哈，这边在后面哈，所以应该是乌这个不要哈，看一下。kecil kecil hanu amisai sawalian balangau balisau 西斯兰，所以这个应该不要了哈。萨瓦利安，没，所以你们的是西斯兰了，没有错，你是翻译那个字啊。OK，好，西斯兰上古修古兰古善啊西斯兰啊。
应该是指咸哈，这边所以这个还是不要好了哈。乌修古兰啊，乌修古兰韩国乌哈乌山啊，乌修古兰韩国古山no。这个有点乱了哈。嘎吉嘛，在这里哈，嘎吉。阿米塞修古兰法兰奥巴萨瓦利，好，乌修古兰汉古古山，好，到这里哈，乌修古兰汉古古山，然后呢，乌沙瓦利岸，好，这边用乌哈，乌沙瓦利岸法兰奥湾都巴厘岛，汉古西斯坦，沙古阿米塞古说了哈。sa ko amisai sa ko no amisai 说了哈。好，这样的话应该可以了哈。好，这个牵扯到就是方言不一样哈。你看这个咸、喜之蛋还有甜哈。好，我们看下一个。所以修人的麦克风还是不行哈。好，千代的哈。ya hatago masa free high masa free high 哈。好，masa free high 算了哈。Patinaku tu kacil sa ku suara no i amisai pasawali falangaw atau palisa. Kaulila ukusan sa ku suara no syukuran. Ukusan hanu pasawali falangaw atau palisa. Sisam sa ku suara no amisai 哈。这样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很顺的这个顺序哈。好，没问题哈，很好哈。老师，你说那个哪一个？颠倒的话，我们的教材称赞都是把嘛，只有恒春是马什么儿。马什么儿，马什么儿，马什么儿更深了。是这样哦。哇，马什么儿更深了，这个词很深了。是因为我们不是只有单一在教自己的方言别的情况下，我们陷入那个苦恼。所以你现在是教什么阶段的这个孩子啊？大学。大学可以，大学可以教。看教材呀，为什么恒春不一样是啊？这是牵扯到作者他使用的单词啦。使用的单词，你看到不要说是已经是大学应该现在教的都是第7阶以上嘛，是吗？可是他们会看教材啊，族语1乐园里面。对啊，那因为他们懂得文字了嘛。是。那比如说我们很多第3阶的教材，那个单词已经用得非常深哦，第3阶哦，很深哦，你还找不到单词哦，字典查不到哦，第3阶。老师，那个是很算本土词吗？古拉马什么？这个马什么是阿米斯的话，怎么会不是本土词？是哈。好。
这个词明白。很深了哈。好，好谢谢。 ，OK。好，这个苏贤的哈。伊拉哈扎跟我们在做一赛啊说了哈，很好哈，马丁奥嘎吉，哈诺阿米赛，巴萨瓦里法兰奥阿多巴里萨我说了。你搞你了，我嘎吉努修古兰阿说了我国山，哈诺巴萨瓦里法兰奥阿多巴里萨，我西子丹，哈诺阿米赛我说了哈，这个也是放的非常顺哈，就是这个顺序哈，逻辑哈，非常顺哈。好，伊拉哈扎也有了哈，伊拉哈扎啊，好，还有那个也是那个右巡的了哈，右巡没有关系啊，右巡你就慢慢写哈，然后我们就你自己看哈，然后再插进来哈。好，我的族群所在地，好，我的族群所在地，我们已经进入到文化篇的第4篇哈。族群所在地，我们这句我们也翻一下哈，看这句怎么翻哈。我的族群所在地，好，就这个句子哈，翻一下。族群好，所在地，所在地的这个词呢，其实它的可以应用的词非常多哈。你可以用很简单的词，可以用很深的词啊，很深的词啊，也不一定是，你也可以说是住啊，住的地方嘛，好，所以不要被这个中文字框死哈。我的族群所在地哈，那族群呢，我们就会有2个词哈。这个2个词是不一样的哈。一般来讲 f i n a l a n 是指同民族哈，所以 f i n a l a n 是指不同的民族哈。嗯，所以按照这个字的我的族群，你不能用 f i n a l a n 啊，要用 f i n a l a n 可是我们的资料呢，有很多是用 f i n a l a n 的，很多哈。那你先翻哈，就是这2个词真的是不一样哈，不一样哈。嗯，那这个 f i n a l a n 这个词呢，我是会还原成这样子啊。好，所以这个按是个后齿缀，这个 in 呢是前中缀哈，所以这个词就出现哈，发 o 了啊。字典可以查到这个字哈，这个字是查得到的哈，发 o 了，对 o 了，o 了就是什么圆嘛，圆圈呢啊。
刚刚有看到那个 old 跟这个 ro 啊，这个两个词，上次我也有讲过那个不知道是不是在这里哈，扎 old 扎 old 啊，两个词，就这个 old 啊，所以发 old 扎 old，但是发 old 呢这个词差别很大啊，发 old 这个 old 啊，它的意思差别非常大啊。好，所以我的建议就是用 Finalan 哈，不要用 Finalan，因为 Finalan 是指不同的民族哈。好，好老师，我改在后面，啊就是我，Finalan 哦，好好好。好，我改一点按钮 Finalan 啊，那么过哈，好，改一点按哈，你看好一滴啦，好一滴啦，在那个地方啊，常常持续啊，所以那个嘎案就是所在那个地方的啊，再改一滴的案哈，这个是按照那个字面去解释，是蛮好的哈。那努马过哈，属于我的族群哈，属于我的族群哈，可以哈。好，再来是这个，我们先看一下，所以那个右循的，等一下哈，因为这个都是很短的句子了哈。哎，数弦千代啊，所以有伽马罗努菲纳兰阿古哈，哎，信息打错了，那个读号打错，然后干嘛罗按？要加按哈，这个一定要加按哈，伽马罗按哈，伽马罗按。Kamaruan finalan ako ha，啊，我的族群啊，Kamaruan 哈，马洛，好，这个没有问题啊，所以Kamaruan 好，一滴啦，好，一滴啦在那里，马洛住哈，Kamaruan 所居住的地方啊，该滴啦所在地啊，基本上都可以哈。好，那秀兰的哈，所以这是个标题了哈。好，我个基迪拉安努菲纳兰努尼亚哈，好，它是基迪拉安努哈，你看这边是伊迪拉哈，这边是基迪拉安哈，伊迪拉，基迪拉，好，那我们就不用看这个 L 跟 R 的差别了哈，伊迪拉就是在那里，基迪拉呢，基迪拉更强烈哈，基迪拉安就是基它是有目的性的，就是在这个地方伊迪拉在那里，基迪拉很强烈的企图要在那个地方就像吉罗玛找房子一样，吉罗玛基迪拉就是要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基迪拉呢这个词更强烈更强烈。
啊，我们先看那个右选的哈标题，等一下我们再看你的那个哈。好，一地的案哈，大概都是用一地的案哈。一地的案no fina zantan aku哈，好 ，OK，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了哈。所以因为书上的翻译大概都是用这个了哈，一地了啊，在那里啊。好，马洛好，一地了好都可以哈。那我们现在回来看一下那个又寻的那个上一句哈，我们看一下哈。老师，不好意思，我翻的比较慢哦。没有关系啊，我们会等你，没有关系。好，好。Irahan sa ko man sa isa ya swal uya kachithan no amisay pasawali paranga ato palitaw ko swal uya kusan hanno siguran ko swal iu kusan hanno pasawali paranga ato palitaw sistem hanno amisay ko swal 好，基本上可以了哈，没问题啊。重点就是前面这个乌哈乌后面开头就是乌，然后是怎么样说哈？好，上次老师有讲，所以我有特别的把它记住。就是我们的开头哈，就是真的，就是我们的记法结构哈，没有像他们研究语法的那么难哈。就是我们的开头真的就是这三个乌如果不是这三个，就是有动词的词性的，就这么简单了。我们的开头一定是这三个啊，所以你看这个伊拉嘛，伊拉不是一吗？在那不就是伊拉？伊拉就是有有没有？要不然就是无你看，其实我们的记法结构没有那么难了好 ，OK， 好，我们看一下哈这一句哈。我们阿美族祖先自古便居住于台湾中央山脉和海岸山脉之间的纵谷平原以及海岸山脉的东侧，北至新城乡近的北埔南气台东县的资本溪我们的祖先自古居住居住，这边是主要的动词居住在中央山脉居住于这个于呢的纵谷平原然后北字其实就是这个字字，再来就是气从这个字就是从气就是大只是比较长很长，这个句子很长，你怎么样去并列还是分割分割那地名的话呢，新城乡新城乡大概就直接翻翻。那北埔北埔如果按照上面的字呢，北埔叫湖部资本呢，你也可以直接翻按照那个音这是一个。那这个字大家可以用dibush dibush 就是资本给大家参考一下。那现在就是这个北啦、南啦东侧啦所以自古自古就是从那祖先嘛从以前好，看看怎么翻海岸山脉的东侧，
中央山脉和海岸山脉之间的纵谷平原，这是有问题的哈，有问题。好，纵谷平原哈，反正我们是先翻哈，这个写的正不正确是另外一回事哈，我们就先翻。如果按照我的研究呢，应该不是这样子哈。纵谷呢，人比较少，人比较少啊。大概我们是在海岸山脉的两侧，就是东侧跟西侧啊。所以海岸山脉跟中央山脉呢，都有河流哈。河流就是我们的界限哈。所以我们会越到这个中央山脉这一侧呢，是非常晚期啊，晚期哦。所以华东纵谷有一个优势就是两个山脉之间呢都有河流啊，不论是往南往北哈，都有河流做分割，也就是界限啊。所以基本上我们是居住在海岸山脉的东西侧啊，海岸山脉的东西侧。比如说这个发达岸哈，发达岸绝对是很晚的啊，但是打发弄是没有问题，打发弄是很古老的部落。那发达岸呢，它是比较晚形成的部落，也就是过了这个界限的河到中央山脉这一侧的部落呢，绝对是非常晚的啊，非常晚哈，晚期啊。好，当然这是我的概念哈，我的概念给大家做参考啊。那我们现在就是按照这个字去翻就好了哈。好，那个中央山脉哈，就是说，特别是西侧哈，就是中央山脉东边哈，东侧，那这一跟海岸山脉之间的河流呢，确实是我们阿美族的一个界限哈，保护了哈，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的迁徙都是在偏向在这个海岸山脉这一侧的两侧哈。那我们都一定是沿着河流沿着河流去迁徙去迁徙不论是台东花莲，大概都是沿着河流出海口出海口的河流两侧走那因为海岸山脉不高它不像中央山脉这么高。海岸山脉呢，最高1600多公尺是在花莲那花莲。那都兰山呢，才1000多一点1000多一点不高那不像中央山脉2、3千、40002000、3000、4000公尺不到4000非常高，所以很难去翻越。那海岸山脉呢，很容易哎，我都忘了要休息呢老师呃，先休息好吗？这个好了好了好难。不好意思我都忘了一直讲话。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休息到10分好了大好家好，休息到10分好，辛苦大家了好。
好，我们继续了哈，继续了哈。好，就是我们现在的句子都会比较长一点哈，比较长一点。好，海岸山脉哈，然后这边可能就是纵谷了哈，纵谷平原哈。这个词我们之前有翻过了嘛哈，有翻过啊，可以继续用哈。其实这些词的单词应该比较没有什么了哈，比较没有什么就是怎么连接哈，怎么连接。纵谷平原啊，然后海岸山脉的东侧哈，东侧，主要就是这个两个哈，居住在这个两个地方，然后从最北边的新城乡的北埔，一直到台东县的资本溪哈。那理论上，之前反正就是翻译了哈，当然恒春哈，恒春是有的哈，恒春。那过了资本呢，过去到香兰，然后到太麻里，太麻里都还是有阿美族哈，就是在出海口的地方，呃，在金轮也有阿美族哈，金轮所以基本上，如果说是在出海口哈，出海口应该都有阿美族哈，只是多跟少哈。金轮呢，我去做调查啊，呃，在日据时代的时候，那边还有400多户的阿美族在金轮，现在应该不到20户了，不到20户啊。好，书写哈放好了哈。能doa si mulai ko doa sa nuniam帮扎以加拿大诺中央山脉海岸山脉哈伊加瓦利诺海岸山脉国山外那哈，他用那的这个词哈，很好哈。好，那侬个阿妹是好布侬加林过当阿山一个地莫一地波侬不送哈，所以这个结构哈这样衔接还非常顺哈。好，国山外长的哈。好，那哈，那这边就是这个平原哈。那这个词哈，saf 也可以用哈，saf 哈，saf 这个词也是哈，它也是平原的意思哈。好，那的这个词呢比较深一点哈，比较深。另外可以用的也是，比如说地区哈，巴拉也是可以用哈。巴拉这个词呢，基本上是比牛肉还大哈，还大啊。大概它是有区域的这个概念哈，这个巴拉地方啊，好，所以这些词都可以用哈。
好，那呢多阿善，好，多阿善哈，按就是这个表示这个是时间哈，时间啊，从什么时候开始啊？祖先的那个时间哈，马路爱居住居住在啊，所以大多阿善祖先就居住在我们所以我们呢，我们的祖先就居住了我帮着阿美族在哪里呢？嘎拉拉二度拉拉就是之间在什么互相之间什么之间呢？中央山脉阿都海岸山脉好，所以阿都伊嘎瓦利努海岸山脉东边海岸山脉的东边好，那个阿美少从北边的湖部就是北埔了北埔新城的北埔了嘎林过花莲，当然上一个地莫了到南边伊迪布那不送属于台东的南边的在南边的在资本迪布好还没有所以这个关键词居住居住就是所以你看马若在这里那所以那怒那怒在这里了这里那怒，然后那怒这里当安上到好，这几个关键词好，关台湾那的就是这个纵谷平原了纵谷平原没问题。好，其他就右行星下线秀兰千代好，秀兰好了那呢多阿是恨这个恨就是呼时期马罗爱国多阿是诺邦在第一沙地半诺罗多多拉阿是诺沙瓦里安罗多好，米中中都马萨恩纳的恩纳的在这里恩纳的巴拉巴拉岸一定尼阿扎伊沙瓦里岸罗多米中中都tapi ingan tapi ingan no liar萨阿米山北边马盖尼往这个这个那里以新城no 嘎林固马达迪莫向南边向南边当阿萨到当阿萨以基本迪波no不送基本基本基本的话是日本语日本语所以南路南路在这里好，这边呢
啊，马萨安纳赖啊，巴拉巴拉岸哈，这边就是指重古哈，重古啊，重古拼音哈。好，这边这个大地比阴暗哈，阴暗哈，这个词哈，大比阴暗哈，这个词。那这边就是指海岸了哈，这个词是指海岸，好，所以应该是当做什么的地方了哈 ，be in 哈，be in，这个词我也要研究一下哈，be in，in 哦，in 是什么？好，这个词好哈，好，好，现代的好了哈。所以每个方言用的词不一样哈，那不一样的话，我们就是要研究了哈。再加一个好了。所以我们不要只是会自己的方言了哈，我们最好是只要是阿妹语我们都要会哈，这样的话我们的语言才有救了哈，才有救。好，伊那努啊，伊那努多阿善多伊哈，属于哈，原本属于。马来多伊加拉拉努中央山脉努台湾啊都巴沙瓦里努海岸山脉啊巴拉巴拉岸啊，那阿米斯伊哦何不努新城当阿萨伊个地莫伊地波努不送哈啊，这个也是非常顺的一个结构哈，南努啊马来埃啊马来埃都啊好。伊拉拉哈，伊嘎拉拉在之间哈，在这个中央山脉、海岸山脉之间哈，啊，巴拉巴拉岸哈，就是这个词就可以了哈，地方了哈，地区哈，区域哈，好，那阿密斯从啊，那一从哈，从在哈，湖北北浦新城啊，当阿上啊。好，所以这个那怒哈，它是一个词哈。那如果是用那逆呢？那逆哈，它是个词缀哈。还有那一啊，都是词缀哈，词缀哈。所以这个两个词是词缀啊。这个词那怒就本身就是一个原本属于从属于经历过属于哈，所以这个是一个词了哈。好，所以伊那努多阿善多伊啊，这个很好哈。马来埃多伊加拉拉努中央山脉啊，努台湾啊，多巴沙瓦里努海岸山脉啊，巴拉巴拉岸那阿密斯啊，那阿密斯伊五湖北努新城，当然上一个地莫里地波努不送，好好很好哈。其实我很赞成你刚刚说的，我们都要会阿美语的语言。当一这个娃娃，他说我考马兰的，我用到海岸的什么，我申诉那个不会按努打分数的信息的不上。我说啊，哇，是天大的。他是大学生吗？国中。啊，国中当然不合适。
真的吗？你还是要看程度，因为只要他会，不管哈，就是只要他会单词哎，就好了。你对呀，管他是说他什么词？对呀，他说你是报考马兰的，你怎么可以用海岸的沙古扎古努西西沙安？哦，所以你你是讲那个孩子啊，反应，是你教的吗？当然不是我，我是听到孩子在分享哦，那这件那事情。这是应该的啊，因为他要考海岸嘛。啊，你教马兰，那当然是不行了。那么严格啊？可是刚刚老师行信说你说我们都要会我是讲老师哦，老师哦，啊，好老师呢，你还要那分学生吗？不行吧？哦，是是是，我只教恒春，我只教马兰，那行吗？不行啊。嗯，所以老师为什么说老师讲哈，我们现在高级的程度呢还达不到，怎么讲？因为我们只会自己的方言嘛。嗯其实这个应该是属于优级的层次，因为你优级就没有分方言了嘛。哦，是是是，啊，当然还是有主要的，但是优级你考优级大概基本上啊，别的方言的程度加进来大概是40%到50%了，就是别的方言的单词量哦啊，就是哦优级。好，嗯考优级不是只有那个优级的那个，比如说恒春阿美语，我是考恒春阿美语的优级，可是评考的不会是只有恒春了，是所有哦，南是势、比海岸、登天难的咪，秀姑峦，他们要整个去听我说的话哦，因为是综合的，是是只有恒春，就是优级的部分确实是这个样子。如果按照这个程度来讲的话，应该就是优级才能够当老师啊，为什么？你才能够教所有的方言呢、嗯高级还不够啊，高级是会一点了，但是还不够。好，以上了啊，那个是我自己说的哈。好，看看这个应该好了哈，那我们就等那个应该那右行他有事了哈。好，那我们继续往下了哈。好，这些分布在花莲县、台东县以及屏东县的大大小小的聚落，大都是临水临海的平原啊、分布啊，分布啊、都是哈，大概主要是这个两个哈，分布在分布在花莲县啊，大都是怎么样啊？那其他大概就比较没有什么词了，台东县、花莲县、屏东县啊，大大小小聚落就是也可以说是部落哈，临水临海啊，靠近水靠近海啊的平原啊，这个大概就没有什么单词，所以这个两个关键词是分布哈，还有大都是分布在这个两个关键词哈。好，那我们开始一下哈，花莲县、台东县、屏东县哈，所以这些啊。所以其实是个并列哈，并列。所以按照这个句子结构呢，其实就是聚落哈，聚落是临水临海的平原啊，就是说主要的句子哈。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这个句子哈，聚落是临水临海的平原，然后这些把它加进来啊，这些聚落是临水临海的平原，然后就是这个翻出来，后面再加进来也都可以哈。这些聚落是临水临海的平原在花莲县、台东县、屏东县然后大大小小的部落其实你看这样就翻出来了哈。你只要把这一句先翻出来，后面加进来就 OK 了
所以也不要看说这个句子然后这么长啊，就是其实这个就是多练习翻译了哈。所以是靠近水啊，就是靠近水这边呢，应该是靠近河了哈，河哈，因为我们不是靠河就是靠海了哈。靠近河流哈，所以靠近啊，靠近的话啊，看你的这个单词哈，单词是哪一个啊？接近啊，接近是哪一个词哈？这应该是这个单词是很一般的单词哈，大大小小的部落哈。这些聚落是临海临水的什么分布在啊这些聚落是临水临海的平原，分布在花莲县、台东县以及平城大大小小的聚落啊。聚落呢，也可以说娘落啊。所以这个县呢，可以不用翻了哈。县，达林固啊，不送啊，屏东啊，屏东或者是呃，屏东，屏东好像嗯，好，这个也可以哈，屏东哈，它应该叫黑豆了啊，但是我们的 A 的音都发成一哈，所以你可以翻成屏东哈，屏东啊，或者是高一点屏东啊都行。好，我们的翻译重点就是能够大家读得懂哈，这个是最基本的哈。你读得懂的话，好吧，就是你的翻译呢，还是要看年龄层哈，年龄层。就是有时候我去做审查这个资料的时候，有些老师他确实是有些词哈用的太深了哈，太深。它是儿童的词呢，用那么深就很麻烦啊。那重点就是，如果字典查得到还好，那有些又查不到，所以很麻烦。那字典查不到呢，就表示我们的这个资料收集的还不够嘛哈，在你公共网络上应该都要有结果没有啊。那我们的字典又查不到，然后你又出现这个字，那就是很麻烦的地方哈。就是有时候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出现这个字，然后学生又查不到老师有时候又不知道，那就麻烦大了啊。这就是我们现在教学有时候
会发生的问题了哈。特别是有些学生呢，现在有很多线上的课程哈，直播线上的课程，高中以下的哈，高中以下有高中生、国中生、小学生啊，那有时候他会问一些单词，结果老师给他的回答都是很深的单词哈。当然，这个学生愿意学当然是好了哈，重点就是学生愿意学，然后呢，这个单词他会用啊就好了哈。如果这个单词呢很深，他用不了，那就比较麻烦哈，比较麻烦。好，这些分布在花莲县、台东县以及屏东县的大大小小的聚落，大都是临水啊、临海的平原哈，平原。好，平原。好，铅带翻好了哈，我们先看一下哈。好，una malanakai ikaringku ipusung atau pintong niaro-aro satu mingatai tu nanum atau liar pala-palaan。好，好，这是一个很精简的翻译了哈。那个就是繁衍哈，分布散布哈。乌那呢，这个那哈很好哈。那就是这了哈，是这哈。好，一个灵过一不送的冰冻尼亚罗阿罗所以他用尼亚罗阿罗就啊概概括了这个大大小小的聚落哈，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词哈。啥都全部都是哈，乌明啊大爱哈是接近啊。好，等一下这个词哈，看看有没有别的不一样的哈。乌明啊大爱读那诺么多利亚的巴拉巴拉按哈，好，没问题。明啊大爱，好。好，malu pisakai ku kasan aro ikaling pusung atau pintong satu mingatai itu aru atau liar anar 哈，这个也是一样哈。他也用这个嘎沙已经形成的这个部落哈复数哈，重叠就是复数就是各个概括在这个嘎沙aro ikaling pusung pintong satu mingatai itu aru 全部都是接近河还有海的平原哈，很好哈。好，再来是秀兰哈。好，mariwasak paruma i kalingko atau pusung atau pintong mi tepar tunanum atau liar paruma 好，mariwasak 好分布paruma 居住盖房子伊嘎林固在花莲、不送、台东、屏东米德巴了米德巴就是当然就是去这边就是接近了米德巴的都那弄水了然后还有海巴隆马盖房子居住了所以这边是米德巴了米德巴了这个词这个词呢
所以这边就出现了这个 midbar 跟 mingadai 哈，两个不一样的词哈。这个现代是用 mingadai 哈，马兰纳啊，好，所以这边这个词叫阿大的 bar。阿大爱，好，或者是 English 啊，或者是 English 都可以哈。阿大叫接近哈，接近哈。English 叫靠近。那 the bar 呢，有一点就是看得见的就是说the bar 其实有点是在远处可以看得到，就是眼睛可以看得见的哈，叫 the bar 哈。所以这个词的 the bar 的言辞应该说是打bar哈。那就是即使是可以看得比较远的了哈，比较远哈。大概是这个概念哈。那阿大叫接近跟靠近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概念哈。那理论上这些词哈都可以用哈，都可以用。好，我们应该再翻这句，应该没有问题哈。再把这句翻完哈。好，从日本时代开始，学者为了在说明上的方便哈，在说明上的方便。依据地理区域和部落迁徙，现今的分类仍以5分法为多。好，这一句就有一点点那个了哈，所以一样开始哈，从日本时代开始哈。好，为了在说明上在说明上然后依据迁徙分类好，这几个关键词从日本时代开始，学者为了在说明上的方便依据地理区域与部落的迁徙现今这分类仍以5分法为多哈。那你自己可以再把这个中文再修饰一下让你的翻译更好好，所以这个时代就是后亨我们一般就是看日本从日本时代开始学者你就用研究者就可以了哈。说明怎么说明哈？为了说明上的方便，好，依据地方就好了，地理区域、地方还有部落的迁徙看迁徙这个字，然后分类这个词我们前面也有翻到了哈5分法分成5个就可以了哈。大部分都是以5分法为多了，就是说当然这个是指人类学家他依据地区然后分成5个方言5个方言南势最早不叫南势最早就叫北
然后中部北中海岸、马兰啊恒春哈，最早的分法哈是北哈中西，还有中海岸以前还不叫卑南啊，不叫马兰，叫卑卑南，再来就是恒春它以前的分类是这5个分类了哈，北部。中部最早的分法是这个北中海、卑南阿美族后来才改成马兰阿美族那中部阿美族后来改成这个秀姑峦阿美族北部呢改成南势恒春跟海岸都没有变恒春跟海岸以前的分法就是这样的这是最早的那现在已经变成是，所以很多人搞不清楚到底是北还是南南势这边变秀看着这个碑呢现在叫马所以现在是这个南势阿美族秀姑峦阿美族海岸阿美族、马兰阿美族、恒春阿美族好，这个是最早，这个是人类学家的分类了人类学家好，还没好后来这个小川上一他是专门研究语言的他的分类呢也是依据这个人类学的概念去调查那当然他还是以这个部落几个大部落为主了大部落他主要调查的部落呢大概都是马兰海岸还很少海岸他主要调查部落反而是比较多的是马兰跟吉安还有这个纵谷比较多恒春他没有调查恒春没有海岸他调查的很少，我觉得很奇怪比较奇怪后来他的学生有另外在做调查了他的分类就比较好了他的学生的名字叫什么去了？我也忘了好，所以这个分类呢是日本人他是在1895年1895年开始进到台湾的时候开始做的1895年1895年然后进到台湾，然后呢，为了了解我们的文化也不是为了了解，而是为了更容易统治统治我们的部落，然后做了这个人类学的调查文化习惯以便来了解我们是属于什么样的人
然后再做语言的调查，语言的调查，所以偏重文化传统习惯的调查比较多，语言的调查比较少，语言的调查只有小川上一在做，而且做的也算可以了哈，基本上100多年前的语料能够做出来不容易了哈，100多年前到现在已经是20222023年，2023嘛，没错，23那就是128年到现在到现在已经是2023，所以已经有100加5等于100128年128年1000嘛，对，好，128年所以按照我这样的推估，也就是说，靠近中央山脉这一侧的部落阿美族的部落，就是这个就是一个点就是128年，不会超过128年就算是他有到这个中央山脉这一侧呢，他也是短暂的，绝对不会是个部落，而是很快就走很快就走就是指中央山脉这一侧的平原，也是要过河过河的这一侧呢，基本上不会超过128年这是我个人的这个观点因为如果说你在这之前的话，因为日本人会管嘛，那在之前日本人不会管，所以我们阿美族比较少比较少，不能说没有，比较少除非说你是很大的部落，像这个巴达岸这种很大的部落，有可能。如果你是小部落，那蛮难的蛮难的。那很多是小部落慢慢形成的，那也就是在这个128年前日本统治之后呢，就限制很多了枪啦、刀啦不能用啦，受到限制所以人就开始比较赶阿美族就会过河过河到中央山脉这一侧当然这是好还没翻出来所以这个这边当然讲到迁徙了当我们的人居住在部落的人多了，当然就会迁徙因为就会不断的扩张。但是因为我们海岸山脉都是山坡地就是比较不容易耕种耕种，所以我们种植的东西呢并不多并不多，所以就会往比较平的地方比较平的地方。但是牵涉到这个族群跟族群之间的纷争就好像泰巴朗跟马泰安他们在古代是敌对的敌对的。好还没翻好说明就是说嘛解释就是去说就行了
所以说明也不一定用说哈这个词哈，知道哈也可以用知道这个词也可以哈。分类，迁徙哈。迁徙应该大概是用这个“弗绕”这个词了哈，弗绕比较绕哈，弗绕好，好，马弗绕啊，好，日本时代，很难呢，星系。啊，不会吧？会吗？日本的话就日本是不是？或者是日本哈，大概就两种吧。蹦啊都行啊，日本。但是日本时代呢，你要加词缀哈，加啊加，那这个一定要大写哈，加西东岸啊，要加这个加跟岸哈。那加里布岸那就是日本时代时期哈，那你也可以加个后了哈，后也可以加后也没有问题哈。那从我们刚刚有讲到嘛哈，哦那努啊，我们刚刚有讲到那努，还有那努的话，它是一个独立的词，那一啊那尼它是个词缀，那尼那一哈，这个都是词缀。所以如果说用那尼那一的话，它就是直接加这个词啊，那一干脆不按哈后，然后什么沙大棒啊，那一干脆不按后米沙大棒好，那努也可以，但是那努要分开哈，努好，因为努它是一个格尾哈。好，现在翻好了哈。哦，好，所以我们这个讲完，我们再休息哈。好，那一个西崩案哈，西崩它因为是一个我讲的它是一个专有名词啊，所以还是大写哈。干西崩案后译啊，比扎鲁外多诺米金吉外巴萨萨多米金吉万，好，没问题。我加拿大啦都加夫拉诺鸟了个比哈比南岸都巴拉里马。韩国必须的是啊，你好，那侬咖喱不安好意啊，那侬咖喱不安好意老师，哦，我的开始没有翻到。哈所以那侬咖喱不安好然后你要接什么米萨达邦好，米沙大棒就可以了哈，米沙大棒棒啊，大陆外方便了哈，方便多诺米经济外学者巴萨达。
多米金冠，这个就是很好哈。提出他所研究的哈，巴萨浪多米金吉万，提出他所研究的啊，这个就没有问题啊。乌干达的地区都加夫拉努尼亚了哈，所以乌干达呢哈，前面要加 no 会不会比较好？哦，好，乌努干达属于地区的，对不对？哦，是是是乌是，努干达都 no no 哈，还是要 no 属于什么？乌努对后面都 no 那个符号，你看要怎么改变？都 no 什么说 no 尼亚洛？都努符号是对，但是这个符号要怎么用？比弗拉努，好，这诶，样就对了哈，这样就对了，嘿，啊，用 B 就对了跟弗拉努，啊，用 B 只能 B 哈，比弗拉努尼亚洛，这样就对了，不能用咪，只能用 B。好，努尼亚洛go pihapinan to Paralima han go pisir了你哈所以这个估哈，你改成多会不会比较好？Unu kanan tala adunu pifula unu niaro to pihapinangan to paralima han go 必须是安妮妮啊，现金的分类有没有？必须是安妮妮，所以用多哈多比哈比南岸多巴拉里马，所以那个汉，你看这个汉要怎么改？不会改，Unu kanan tala adunu pifula unu niaro to pihapinangan to 巴拉里马都巴拉里马，都巴拉里马，按不要汉哦，啊哎，好，就是五个分类嘛，分成5个嘛，是不是？是，过必须谢了你这个句子就顺了哈，好，谢这样就谢老师。顺了哈。好，OK，我们看别的哈。好，其他还没翻好哈。那么从属于以甘地不干后然后日本时期米萨大棒开米萨大棒哈我比在了外头努米经济外哈为了属于属于属于研究者方便研究者提出巴萨萨提出所研究的方便哈，然后是依据什么呢？属于要用努属于地区加拿大的都努弗劳弗劳被弗劳就是迁徙部落的迁徙哈，然后去显示出比哈比南岸就是分类分成巴拉利马分成5个好，大概这样子没有问题哈。好，我们看看，等一下哈。书写的好了修染的也好了哈。好，我们多单割一下哈，我们把这个很快哈。好，这个就是我们多练习就绝对没有问题哈。好，那咖喱这个喱要大写比较好哈。咖喱崩，咖喱崩，咖喱崩，
咖喱崩啊，应该是咖喱崩案哈，应该是咖喱崩案后啊。啊，misata bang cariwai sako mikinkiwan pasalang to mikinkiwan kanatala to kafurao kanatala to kafurao 啊，牛肉哈，unu 哦，我建议是用 nu 了哈，unu 哦，kanatala 啊都 nu 啊，kafurao 基本上 kafurao 就是其实也是可以了哈，我 kafurao no 牛肉哈啊，哈尼尼啊。啊，巴拉成为这是个词缀，巴拉利曼案啊，巴嘎吉拉哈，这样的话就没有问题了哈。所以，因为这个牵扯到属于地区哈，区域还有属于什么迁徙，然后属于部落，所以用 nu 哈，用 nu 比较好哈。好，基本上是这样的哈。好，我们看书写的哈。好，一样好，就是一个是这个 B 哈改成大写哈。Nanu katibangan i ama caluai pahapinan ko mungkin kiwai tuni sualan 哈，tuni sualan 哈，用按比较好哈。好，所说的哈，把概念借着这样的啊，古嘎萨巴拉都嘎弗拉万好，嘎弗拉万没有问题啊。啊，努鸟了萨嘎马拉里马爱古菲纳扎兰努米达乌邦扎伊马蒂尼好，这个也很好啊。那努嘎提布干伊马扎鲁外巴比南古米金基外都尼刷兰，把概念古嘎萨巴拉。pakai ini engko kasa para atau kafulawan nyaro ha ha saka malai maai ko pinatasan nomita 帮扎迪马蒂尼好，没问题哈，基本上这样的话就有对应了哈。那后面哈，好，基本上就这样子哈。那我们这边呢，就是为什么说它要大写，因为它是一个专有名词哈，专有名词哈，所以还是要大写比较合适哈。好，那今天就到这里了哈。那个下个礼拜哈，下个礼拜今天第5次，下个礼拜，所以我们大概应该是上到7月初哈，7月初好，7月初呢，我要去内地一下了哈，休息一下哈。然后苏贤说我们大概9月初再继续上哈。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了。好，谢谢老师。大家辛苦了哈，大家辛苦了哈。OK， 好，拜拜，好，平安，晚安。平安。